今年其实在整个兰花产业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其实，在产业面的部分，有更多的二代也相继接入了这一个行业。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也是产业延续。持续有保持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又可以传承到上一代一些包括兰花经营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生长上的一个技术，甚至品种研发上的技术。然后当二代进来之后，更多的有关市场的一个消费或者经营，甚至有一些自动化的设备上的提升，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跟整个延续。因为我们在代工栽培，就是在专业栽培这块，我们已经钻研很久了。每一个客人还有不同的产程，那你要怎么把每一批都把它标示出来？这已经不能像爸爸那一个阶段，就是像小吃店一样，一个老板他可以帮你算钱再记菜单，还要再兼煮饭。所以我们这边都已经往电脑化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你拿手机扫我们的条码，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批它是谁的，什么时候来的啊，它什么时候换盆，有点像生产履历。对，那我们这边就是电脑化管理，那我们可以往农企业的方向前进。在园区的好处是5大管路都已经开发好，那它土地格局是方正的。那方正的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自动化会非常的需要，第二个就是好的交通，因为我们都是做外销嘛，那所以我们货柜车那么大一台，假如我们现在外面的路是15米路，但是我们一般的农地你要找到一个15米路的，实在是很困难。政府他们规划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讲是差很多的。第一，我们土地就差很多了；第二，就是造成这一个群集的效应。我们大家都在隔壁，我们交流很快，运输的成本，那些都差很多。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我们的兰花产业都知道，全世界的兰花1/3在台湾，台湾的兰花1/2在台南，所以呢，台南的对于兰花之于台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兰花的这个外销已经突破了，已经达到了这个疫情前的水准了，甚至已经突破了。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会能够更好，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湾国际兰展，一起来欣赏兰花。看兰花的艺术，看兰花的生计，以及看兰花的未来，都欢迎各位。表示我们嘅欢迎看3月14號中間台南電影新聞。台積電伫美國加州設廠的托倫斯這個社區，該市長陳公和嘛是第一任台市長，13號伊率團來到台南，並且甲市長吳偉哲簽署國際友誼社區協定，期待未來雙方伫科技產業、經濟文化等層面有進一步的交流。美國加州托倫斯市長陳公和13號率團來台南，由市長吳偉哲親自接待，會中雙方並共同簽署國際友誼社區協定，希望兩市都能加深友好關係，未來在產業、數資、選手訓練等層面有進一步交流。而這擺交流嘛是疫情以後，台南重新啟動實體社區外交。台南是有這個榮幸。能夠跟托羅倫斯來這個簽訂友好城市的協議，那我相信不管是對於這個自由和平的追求以及民主的追求，甚至對於這個讓我們的市民朋友們過更好的生活的這個努力，我看到了托羅倫斯市的一個成就。陳公和表示，真歡喜兩市有機會結盟，講到伊是托倫斯歷史上第一位台裔市長，更是台南的競賽來友近彼此距離。這 Amy 是我的太太 Amy， 跟我的岳母黃太太也在那裡，很高興。我的岳父是台南人，所以我們這次來這裡也有家人，我們要 visit，去看家裡的人。
会中立委王定宇、教务顾问等产业代表甲市府以及主管拢到场见证，场面相当温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偏乡的小学添购喙齿保健的设备，由台南市政府健保署甲台南市齿科医师工会所合作推动的计划，日前就得到扶轮社等民间团体支持，赞助301万，要来做好台南8间偏乡学生的健康。为了优化偏乡学校的齿科治疗设备，台南梦时代扶轮社向国际扶轮基金会申请全球奖学金301万，购买齿科治疗设备，捐赠予台南市8间偏乡学校。今仔日就5伫将军区昆新国小举办捐赠仪式，台南市长恩伟泰也特别出席，并颁发感谢状来肯定因的尽心。孩子的口腔健康的保健应该从小开始。那尤其在偏乡，由于医疗资源还有很多这个孩子的上下课的行为这个其实他们讲让他们的对于牙科或者对于医院它的亲近性变得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在学校里面的保健室设牙科诊疗仪，让医师巡回驻诊，能够检查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然后在早期、在初期、在平时就能维护他们的健康，这样就不会造成龋齿。根据110年度的统计，台南市各中小学生的龋齿率是6度上低。台南市教育局结合卫生局的医疗车，落实校园喙孔保健宣导，让学童有正确的健康观念。另外，更结合偏乡学校进行巡回医疗服务，同时透过健保署的协助，让偏乡学童的喙孔也会当得到完善的照护。我们这样一棒接一棒，第5棒已经准备好了，又要再承接了。这样子呢，我总共募到50座牙科诊疗椅，其中2座在嘉义县，48座都在台南市。林春美组长经济节目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媒合34座偏乡学校齿科治疗设备，设置经费也超过1000万。台南市教育局也感谢各界的善心，希望大家公私协力，持续优化偏乡的医疗服务甲设备。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112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锦标赛10号将伫嘉义县登场。台南市会伫出发进前举办授旗仪式，由副议长林志等授旗予代表队，期待顺利将冠军的奖杯砸回来台南。台南市议会倒球代表队过往参赛成绩一向优良，加上这次代表队选手阵容坚强，由李启伟议员担任队长。还有球技一流的郭胜良、蔡玉辉、蔡淑辉、余志清、甲陈丰武等议员的加入，经伫比赛进行积极训练，有信心会当取得好成绩。台南市议会加油！全国议员议长杯的倒球比赛，明仔载后日，阮要来伫嘉义，今日伫嘉义要比赛。这倒球会使讲是阮一项全面的运动，伫咱台湾甚至台南倒球的风气。嘛真好，透由这倒球的一个比赛，这体位安尼嘛拢有接触到这倒球，这运动健康，这阮甲全国的议员之间以球会友有一个真好的一个交流。今年咱台南市议会这体位咱身为队长对着咱的一个阵容阮真有信心咱的员工组拢有安尼真。最近看到大家阮拢安尼训练相信会有真好的成绩议员的部分体位嘛安尼这几天安尼专业的训练阮希望比赛时阵安尼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成绩体位阮会安尼努力来夺得这个佳绩。今年全国议长杯倒球锦标赛由嘉义县议会主办，3月15号到16号伫嘉义县立体育场举行。尤其台南市议会对着参加运动比赛，向来是非常的积极，因为除了会当强身健体、锻炼身心，为团体争取赢务以外，嘛会当甲各县市的代表队选手互相交流。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
被列为全球10大上水花的白河班机会季已经开始，班机会嘛已经盛开将近5成，会当欣赏到要2公里的花海。另外，伫花季期间，白河公所嘛安排一系列活动，提供民众春游的好所在。在热烈歌舞之中，白河林草比木棉花季正式开幕。在开幕这天，台南市长黄伟綽甲民政局长、白河区长以及白河的乡亲共同领开花季事务，邀请全国民众来白河赏花。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第10年的我们的木棉花节喽，很高兴过去当初我们张世贤当镇长，还有刘敏珊当镇长，还有许许多多的议员，大家都很关心，把这个木棉花节经营得这么好，那可以说吸引了北中南不管南漂北漂都漂到我们白河来看木棉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花季长达大概1个月左右哦，所以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白河哦，而且还可以去东山喝咖啡，后壁看兰花，白河看木棉花，通通都是非常适合的哦。这条木棉花道也被列为全球10大上水花道，全长将近2公里，花况目前已经开了5成。当天有一个游客一透早就来了，纷纷提出手机来翕相。来嘞，一个赞来！木梅道，赞！除了会当赏花，白河区公所也结合周边青农以及商家，在农夫市集行销台南的特色景点以及美食。另外，为今仔日开始到3月26号，也有一系列精彩活动，欢迎民众前往景村佚佗。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桂林赛主会伫即礼拜19号将伫新丰高中举办1年1度的公益关怀活动。今年为了吸引民众来关怀，主办单位除了要送礼券甲伴手礼，而且前500名也阁有鸡卵糕甲冰淇淋通好享受。桂林赛主会连续19档，拢会结合企业界甲机关团体共同举办关怀活动。为血库增加救人救命能量，今年的活动将伫咧这礼拜，也就是19号，伫新丰高中举办。先前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我们台南市的这样一个捐血中心的一个缺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的严重。那所以，尤其我们在今年的3月19号，来跟台南市的捐血中心，配合他们的捐血月的活动，来扩大办理。那希望大家在3月19号能够一同前往我们的这个地方新丰高中，能够一起响应这样的一个捐血活动。会长朱明宏表示，这次活动主要是配合台南关怀中心的关怀月扩大举办，以狮子有爱、捐血有情为主题，民众只要到场关怀，就当摕到礼券以及澎湃伴手礼。2023的捐血活动，希望呢能够更多的人来一起来参与，募集到更多的我们的医疗用血，使得我们台南市的捐血中心能够更多的这样医疗用血能够用在更多的地方。响应桂林赛主会举办的关怀，台南市第3信用合作社也特别赞助部分的经费。其实狮子会宗旨跟阮信用合作社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宗旨其实是种相互呼应的啦。阮社里嘛。秉持着讲社区的经营，甲这个公益活动的参与借着这个活动会当讲类似异业结盟互阮在地方金融会当来做出更大的服务甲赛主会共款，甲这个地方会当发扬光大。桂林赛主会18档来已经累计捐出25000地立会。这次关怀嘉年华将有4部关怀车进驻服务，东港的现场毛安排免费紫微斗数、八字命理、卜卦姓名学等咨询，同时还邀请义诊、甲紧急导生对感体验，欢迎市民大众拥有到场关怀。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湾人爱啉咖啡，不只有真济咖啡店，而且店面嘛被打造成有专属特色来吸引人客。伫高雄盐埕第一市场的入口，就有一个真轻松休闲的空间，时常有真迷人的咖啡香气。接下随着镜头来了解店家特色甲咖啡香背后的故事。
在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入口处有一家咖啡小店，经营这个空间的何家峰，原本在台北做商业设计，为了照顾家人搬回高雄的他，为什么会卖起咖啡？又为什么选择来到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开业呢？那时候在思考说要做什么才有时间弹性，又是自己喜欢想做，所以我想，咖啡对我来讲，我是很喜欢咖啡。很喜欢冲泡，很喜欢研究，那对我来说也是蛮拿手，所以我就找地点，刚好就找到盐城区这里。整个公有市场之前还没有改建的时候，其实环境不是很好啦。但改建之后，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案子上面营造出一种生活感，有一种好像大家在生活在一个聚落里面，然后有一种让你沉浸式的感受，你会沉浸在这边的那种生活的氛围，很好的氛围。因为空间有限，无法摆放咖啡机台，家峰索性回归他刚开始冲煮咖啡使用的摩卡壶，却反而获得冲煮咖啡时声音与嗅觉带来的感官享受。我一开始接触咖啡的时候，我就是冲煮摩卡壶开始这样。我很喜欢摩卡壶，它在煮出来的时候那种声光的效果，它会冒出很香的扑鼻而来的那种咖啡的香气，那煮出来的那种蒸汽声我也很喜欢，就是有一种很疗愈的那种感觉。那到了这边之后，因为地点受限，空间太小，我没办法装机器，所以我就采取用摩卡壶来冲煮意式的类似像浓缩的这样的咖啡液。它可以保留咖啡的香气之外，它也可以衬托出鲜奶的香味。我刚好上个礼拜有来参加那个盐城的实境寻宝活动，然后就来买了他们的那个咖啡冰的那个来喝，然后就觉得很好喝，很特别，很香这样。这杯是那个摩卡拿铁，它是用那个摩卡壶煮的，会有一种炭烧的味道，那个混合奶香味，感觉蛮特别，其他地方没有喝过。而店内另一款使用冷萃咖啡调制成的莱姆咖啡，则是改良自西西里咖啡，搭配同样带点苦味的焦糖布丁，就是一份大人才懂的苦甜组合。一般西西里它是用砂糖啊，或是其他的糖去跟柠檬做酿制这样。那我很喜欢蜂蜜，蜂蜜的果香花香反而更能够让咖啡里面一些香气放大呈现这样。所以我是用蜂蜜跟柠檬去做酿制。我自己在研发的过程中，总觉得少一个味道，我就一直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把这个层次再提升，然后再带出一些苦味，然后一点点的香甜味。后来我在改良配方，就是加了些许的莱姆酒，这个量不会很多，但是对香气。对那个味道来讲，它是大幅度的提升。我都说这莱姆酒是这一杯的灵魂啊，少了就味道就不一样，呈现出来的风味就是酸甜，它不会过甜，它反而是蜂蜜的花香果香，加上咖啡的一些些许的苦味跟莱姆酒的苦甜的那种味道，就是它融合在一起，它是一杯完全不同于西西里的一种柠檬咖啡。我们的布丁吃起来是那种绵绵密密，是法式的口感，再加上那个焦糖的苦味，又苦甜，会非常的平衡。我觉得很好吃，我自己吃都很喜欢。我每次做完布丁都会自己吃，就是很喜欢。不管是微酸甜的莱姆咖啡，或是融合奶香的拿铁咖啡，搭配苦甜滋味的焦糖布丁，以味觉来感受老板的用心。记者周福庆、蔡怡文高雄报道。面对后疫情时代消费力，高雄市委托商业院帮助餐饮业者来转型，除了提供咨询，嘛进一步加强业者的行销。其中，有业者已经推出机器人代送餐点，减少人力成本以外，嘛增加话题，提升市场的竞争力。谢谢主人，想要选择放置餐点的托盘，输入桌号喵。送餐喵喵机器人在餐厅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依照指令将餐点送到餐桌旁，不仅让消费客人惊艳，若是有当天生日的消费者来到店里，喵喵机器人更会唱生日快乐歌，送上满满的祝福，也赢得消费客人的欢笑声。
很可爱，然后就感觉有那个小动物，然后会特别还会唱歌，然后就会送礼物给我，然后感觉很惊喜这样子。就是还蛮感到还蛮新奇跟很惊喜，因为原本以为他只是单纯送餐上来，结果没想到还有就是唱歌唱生日快乐歌的模式，就觉得这个体验还蛮好的。因应高雄市政府推动产业转型政策，也迈向智能科技时代，市府经发局进而推动企业优化顾客体验辅导活动，委托商研院产经专家提供各项服务，从企业到餐厅，协助提升服务顾客品质，强化出特有的品牌行销。那我们体验到这个可能消费人潮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这次也针对这个企业优化这个体验行销的部分，来辅导服务业、餐饮业的部分，也能够导入那个科技服务的部分。那各位看到这个喵喵的这个送餐机器人，其实也就是一个起点，开始透过科技的一个服务方式，来协助店家做好这个整个餐饮服务的一个提升。餐厅外场人力需求庞大，加上因应后疫情的转型，送餐机器人便应运而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让顾客感受智慧科技的到来，创造了消费话题，提高商场竞争力。店家也乐观看待转型后的商机考验，预估渴望在农历年前拉高5%营业总额。记者李小龙高雄采访报道。高雄市三民区一座设计成动画故事的公园，对啦有城堡主题、出流浪、甲鸟咪造型的娱乐设施，相当高水趣味，吸引附近居民带囡仔来遮佚佗。当地里长为了让民众会当耍得欢喜佮安全，逐天卖拢来公园巡逻，相当甘心。位于高雄市三民区鼎泰广场公园是数1数2的梦幻景点。公园内有特色溜滑梯、弹簧床和滑索等设施，根本就是儿童乐园。园区内以大猫和巨人城堡为主题的溜滑梯格外吸睛，也是小孩的必玩选项。作为地方的守护天使，鼎泰里里长张吉雄表示，公园前身是凹凸不平的路面，经过多方协调，在市府的规划后，华丽转身成为受欢迎的特色场所。这个公园原来边上没有这种体健设施，也没有小孩子游乐的一个场所，所以原来是整个周边广场之外的周边的这些地平面都是凹凸不平，它是树根裸露的很厉害，并且行走的时候也会不安全，所以那时候我曾经做过这个木栈道。木栈道因为经费不够，木栈道做了这一点点而已，所以它一直地平面会土质流失以后高低不平，所以后来我们区公所听我们的意见，接受我们的意见以后，就来做这种所谓现在最夯的这个都会公园。公园里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玩耍，因为孩子活动力十足，维护公园设备安全更显重要。里长平时都会来巡逻，若有接到民众来电，也会冲锋陷阵，在第一时刻处理问题。木头做的那个塌面是木板久了以后它会腐蚀，人多的话就会陷下去，所以家长反映，我们马上就反映给相关单位，也很快就处理，改成这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铺面。特色公园是当地民众的游乐场所，不用千里迢迢出门爬走，在自家附近就有这么丰富好玩的公园，可以带小孩一起来散心。这里的居民真的很幸福。在里长认真的维护公园品质下，也希望鼎泰广场公园可以持续的朝气蓬勃。记者郑光佩、关梦如高雄报道。感谢收看3月1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